大家好，台湾大的台语牌仔教室要来开始啊哦！咱斗阵欢喜来学台语罗马字。碰气甲芳拍扑啊，碰气甲芳拍扑啊。今仔日咱要学的罗马字是坡，坡，坡这个字英语念 ph， 坡就是发音甲华语的坡同款。碰起的碰是碰起来的意思，所以碰起就是尾仔碰碰的鸟鼠仔的意思，真趣味吼。芳是芳蜜的芳，蜜的后壁有特，发音的时阵爱注意哦。用坡的词也有足多，譬如讲芳、芳、碰果、碰果、坡得、坡得、碰柑、碰柑、批、批等等。批甲华语的姓完全无同，真有意思哦。好，最后咱阁读一解批的台语牌仔。碰气甲芳拍扑啊，碰气甲芳拍扑啊。安尼恁就已经学会晓扑啊，真牛！感谢大家收看，再会。